嘛是立法院的消息，为了审查11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自追加预算案，党团协商调整夜间场面议员充满着火药味。今日拍算完成三读，又搁发生表决大战，伊也毋过其中各项追加预算，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一项啊一项。这员工是咧删减有关的这个预算，和民进党批评讲马文君呢是一直列出这个主张，伊是安怎预算有理由，认讲这拢是会使接受社会公平。大声讲啦！那大家讲说你大声撒话啦！主席的处理就处理，还咧大声啥？大家请安静，现在是晚上12点22分。虽然已经半暝12点过，也毋过党团协商的场面又还是刺激牙。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追加预算案，按算今日三读，是讲前一天。民进党立委林草英也打出各立场，甲各项相关预算的台检书，表明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大书报甲齐卡心提案提各项的追加预算，包括伫演训、军事交流甲部队的训练费9063班，军事营区防护504班，后勤甲同事1398班。以及军事采购履约费706班，也有保防安全加本选新增的1957班。是讲马文君强调，提案提什么预算会当受到公平，要解释现在无同意追加政政局制作播出的节目，宣明新世界预算。它不断的在量跟值上面值没有变好，可是量又缩减，可是金额却不变，应该让它可以有一个竞争力，在节目的品质上面可以更提升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。应对认知作战的部分，以及军事交流的部分，被国民党删除，大概就是1亿左右，目前是8000多万，还有可能再加上2000多万的媒体宣传相关。各项预算必须有大家关注，追加预算的表决大战将要开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